11月7號立冬嘅日子，老少都係着住短袖衫，同夏天、秋天氣溫差唔多。今朝落着毛毛嘅細雨，似清明節多啲。而家開始冇乜雨落，好快乾晒個地下。對面係運動場嚟㗎，運動場而家日日都有學校運動會，除咗星期六日。雖然今朝落住細雨，但係呢，天氣清涼，非常好。又唔曬又唔熱，可以着短袖衫短褲。地球熱咗啦！以前呢個時間已經着晒冬天衫啦。香港就嚟冬天，買羽絨去邊呢？北海道又唔敢去，而家驚俾熊咬。香港又冇乜嘢做，花旗煮飯。